好，黄祥信黄老师的这个等级好不好？来，张应山，这个等级，是不是你有要和咱分享一下等级哦？好，来，咱这个这个英村这个英村的等级图，来，咱来看买下嚟来，好，高家都咱继续滑进哦。等级。咱这个爱用光用光。别晒，用光。老师有因为透露这个我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的传统你看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庙会的形式我们是最生活化的。最社区化的最具有这个我们原来传统学问的一个内涵后来现在这个审判委员他们有讨论后来讨论的结果来掌声鼓励来这个传统文化有它的新的表达传统文化新的表达各地文化来掌声鼓励有力好，这个黄祥信黄老师就是咱大家七家的这个英村群这个上港老师哇，各位全体朋友。谢谢黄老师咱刚刚讲这个传统的艺术有当时有淡薄新的表现因为各地的原来无啥同款，虽然讲是中部还是讲北部，通常是真多的这个表演员士才有落去练长期师傅落去长期收煞但是今天因为咱是一个表演一个共同的欣赏所以呢，就是每一个单元最后我们都安排一个上二锤的一个欣赏因为上二锤是我们台湾传统武术里面很特别的兵器好，再来以上是咱的太高拳的表演